好，我哋敬重所有嘅贵宾，韩国我哋嘅亲戚朋友哈，大家好，我係今日嘅主持人阿娟妹。哇，今日好，各位歡喜哈，大家嚟講下嚟參加我哋呢兩呢是客家婚禮哈，大家嚟相信哈，睇早晨嘅時節哈，大家都嚟咧好鬼傳統哈，會有客家美食嘅一個婚禮哈。那下晝呢，我哋會繼續為大家帶來精彩嘅表演哈。下午的活動呢，我們也會繼續為大家帶來一連串精彩的演出。首先呢，也要會感謝哈，等一下會有請到我哋高雄在地四系嘅客家沙團哈，都會為大家帶來表演。另外呢，等一下還有邀請到我們演出名朋友哈，也會為大家帶來歌曲哦。好的，那等一下呢，舞台起啊，我哋就會有請到電影下嘅小朋友會為大家帶來個精彩嘅表演。現場所有嘅阿爸阿媽哈，還係阿公阿婆哈，現場會為就電影下嘅小朋友哈，一定要幫他們拍照記錄哈。好，那接下來呢，我哋就嚟歡迎我哋鳳陽從霹靂幼兒園哈，小朋友今日會帶來三首歌曲哈，有愛、盧卡尼、韓國語、頭髮。接下來有請我哋現場所有嘅好朋友，我哋共下眾賞歡迎鳳陽從霹靂幼兒園帶來嘅精彩表演，眾賞歡迎。聽到好朋友一同在講好吧，松樹蘭年都變化，我租金2公里，總叫一路
大家帶來精彩嘅一個開場表演。